无妨，看他们也是银绿模样，不过人也是做何去的。你位仁兄听了，小弟有礼小弟只想万里地，关门仁兄尊亲大名，夫居何从啊？小弟亲自命引台，乃是常与做家的真是哦，不仁兄，问问兄台是归计两番辈，两成兄去过，请问两成兄可是到杭州读书？真是请问你呢？小弟也是去杭州方子9年。哦，好气好气，去头去走。喂，来，你们是到哪里去的？当真读书去的，我们也到杭州读书去。哎呀，那就这样，小弟，小弟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比他说是我是想，要是小弟也能出来一起读书，那就好啦。是嘛？各位仁兄，莫非仁兄欲说不是？夫家与夫家君美，聪明里曾经配，小龙是否曾能君君说君君我自怀唐城去名字君美心相同我因为缘儿不是情同女儿头痛小君美，要得到人啊！仁兄来临，恩情可同他为陪我的，传与童子父母辈，也可自律也给予。两代不兄也不敌。
与人却碎了。遇到是真正为兄，与人为敌，此令我悲天一杯。哎呀，这旅途之中未曾相作，这便是好是好？是啊。哦，不妨撤土为乡，撤土为乡。此计人好，去。你看钱是不少，我们不是去找真人去了。今天花挑吃银上啊，夜里去两兄去。夜里去去眼底呀，眼里呀，你我同朝开年啊，今日何见你二外啊，只有女子在二外，眼里呀，你穿着耳朵为红。昨天帮你
贤弟你来看，愚兄这篇文章做的时候啊。两相公，先生欢迎。哦，先生欢迎。哎呀，完好啊！亏得我把文章已经做成了。哦，贤弟稍待，愚兄去就来。去。小姐，员外又有何信来了？是不是又要趁我委屈了？是的。那我们要不要委屈？要委屈的。什么时候子？明天。离家若是一开上天，老夫子风风家配魔鬼，我与他同上山山，毕竟当今同是山，生子老路民众看儿归，我来杀自己两三应得听你进来时，你家又有书信来陪你归去。是啊，这在家母来信，这玉萍要陪我回去。吴萍离开回家。哦，几时投生？我想丁明先生明日一早起身，此次正好一路消息，多谢师母。你去，快去整理营帐，伺候相公。是，相公，我吃了。啊，你去。应该你有何意讲法？我没什么。应该与娃师母跟前才讲无法。师母我坐下来讲。两三杯，同唱共同。
叫自己吃巧，我家不知为了何事啊？彼此思念家乡，思念家乡，那么离家归去，是么？哦，三三，我与一字真相分明，是么？与话亲讲，三三。还是女君才，夜里为江上过黑夜，自从你沉默人里潮起水，
体。是啊，这个女的，是此在，英妹就是君妹，君妹就是英妹，对呀。英配他自己做媒。自己配，三子结婚也好，不早去就寝，快去拼命牺牲，下山去放银来去吧。夫妻是梦，夫妻是梦，夫妻。
想不到九妹就是宋云佩，你这个妹呀，不得花掉好几杯，来得将我两酒好饮。
应得呀，为吾也无上杀得你离开天下，怎乃至与他到家哦？弟弟，你儿年纪尚小，年纪尚小，为吾自无有儿的情分呐。女儿不远。应得你我明白了，你在行城毒死自己，莫非你的员外，你被小弟头死在这做无聊的折磨。宁妃，你谈事无妨。家小弟在杭州做书生财，遇见了飞机两双的相公，你去进山，行因不利，得到了风月上的小弟外。小弟外请客，须去。怪不得我好言相劝，劝也罢，请他进见。有请两相。两爷的像是路过在，那是他的草夫与仇杀大人亲哦，不过，你往往引来也。
你出去。你是妹妹哦。两夜的罗哪儿来，请到四王照顾片刻，到营内特业。然每两相公四王照顾不得别嘛。是两相公，请。四舅，应得去请表弟下楼，又看两房。是。哦，慢，你叫表弟先来接我。是。两情不妥，要来何两兄在哪里？两兄在哪里？应的弟弟，有两三百帮你来了。两兄在哪里？应的，我看你万不见的好。我与两兄年纪近来同堂观贼，远道外方，许可不解。应的呀，你已是马家的人了，你还未曾遇不枉婚姻大事，当要不无所事。弟弟因你女儿常听劝训，无媒无凭，做事不多。有慈母为媒，有身对为亲，与礼无愧呀。应的你弟弟，马家乃是左营之家，还有门庭。两家虽不平安，也是亲把人家。应的你放肆。弟弟。婚姻是一儿媳，关儿一个。
也相劝于他，叫他连续道歉。您就有请两相村。是。应该呀，不要泪目你，有责立足。谢请两相公。这怎么办啊？两爷他应该快来兼顾两爷他。两兄沿着我那大河山，拉酒不领来红梅，等大有事情，不是为前程的天愿为，他与我其实有家为，家定了这次来的钱，我只好责备你俩一人，哪里同行配到河山，你不也开门去做一位？现在你三伯乃是结拜兄妹，你要好好看待，好有不丢脸。宁心被此去到里面歇息有为。是，此去不可在我哎，不可放肆。你我这行人所说的事情，乃是女难论长。此今你已自问当当，吾还是此言语，还是何妨兄妹心事。也不是今日所在，请到小妹速履小步，如此正好，也没请两兄请。还是也没请。
见他喜气匆匆来访去美，不自卑强颜混笑堂。也没轻松，两兄，你我长平本岁提来可好？好啊！也没家具相对爱色，托两兄是否也还好？两兄此内是路过万事才到，与兄妹他的老夫，一来与可八大人情爱，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之妹，是啊，那一位铁老大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今日无法。两兄何子，自从小妹别你归来，弟弟做事，已将小妹的故事。马家
草桥
难安配。
妹妹，愚兄就不绝你，以后子我问你。
回来了没有？还没有回来，相公，相公，俺就回来了。等等，等等，母亲，你回来了？是为娘回来了。应该他累不累呀？应该他不累吗？当然，母亲，你可曾对他言讲？上方的病得高火，这就见他一面，我就死而无憾了。我也真是死神，怎奈应来的是马家的神了。哦，这是应该从我带来的书信和信吧。孩儿快母亲
的身体。
你怎么玩不舒服？哎呀，应的啊！应当记得亲娘配，那家配叫一明的啊，与他当家有福许，你说他祖宗大来如这样求儿送送，你为我总是不理不成。想为我毕竟并秀，无非面后的种种差价，因着差价使得你竟欺负种种，应得呀！你总该去为我讲讲我，应得。你为我今夜为中全部给你，你儿子不家人，为此的难为我。我宁死不抗把家门你不家把家有我与两兄怎不能从容思痛啊有子女下为母亲才要这门报情，难道我跌走了你不成？你说我只是放肆，你要我气死你爬爬楼王你我要见做小弟，父亲不必要心疼啊！
两兄啊，你是为我一品马，我应在心愿，我门边花轿停，五桥正长离分飞，开门黑子西门为我生子要追，两三天你怎么完不收场？哎呀！应该，你就可怜我，爸爸。老母吧，离了就弟弟要一孩一长。
接到马下就拜天地，走，不得有福。
来。